川普政策拢大家真硬，伊即阵佫讲，哈佛大学内底国际学生占31%实在上济，应该爱减到15%，来保障美国本土学生的入学机会。另外，川普政府嘛加强审查国际学生，这国务卿甚至直接点名，尤其是中国大的学生。哈佛大学学生27伫咧学校内面举行抗议活动，支持国际学生，希望学校虽然有联邦政府的压力，也是当坚定立场。美国总统川普2月被问到这件代志时阵，搁再批评哈佛应该设置外籍学生比例上限。I think they should have a cap of maybe around 15%, not 31%. We have people want to go to Harvard and other schools. They can't get in because we have foreign students there. But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foreign students are people that can love our country. 川普也搁讲，哈佛自世界上一寡高度激进化的地区招收学生，伊无希望这寡人伫咧美国制造麻烦。川普政府的政策对哈佛的外籍学生造成无确定性，有拄则录取哈佛的外籍学生，甚至希望家己当初申請的是美國以外學校。Yes, so the uncertainty of the situation is very hard for me. I don't know if I can go to Harvard. And so being unsure is very difficult for me. We're being used like pawns in the game that we have no control of, and we're being caught in this crossfire between the White House and Harvard, and it feels incredibly dehumanizing. 根据哈佛的资料，学校内面要甲6800位外籍学生，占所有学生的27%，比2006年的20%较悬。而且，川普政府继续加大对外国学生的审查，国务卿鲁比奥也直接伫咧社群媒体点名中国，并且讲将会积极撤销甲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甚至是伫特定领域投资的中国学生的签证。中方一贯认为，正常的教育合作和学术交流不应当受到干扰。我们敦促美方切实保障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各国留学生的合法正当权益。美联社讲，中国是美国第2大国际学生来源国家，第一是印度。2023到24学年期间，有超过27万的中国学生伫美国读书。不过，常常发生中国学生伫咧美国境内从事非法的行动，引起议论，和川普政府决定要加强审查。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